今次嘅大阪關西之旅，將帶大家走訪兩個極具人氣同埋有活力嘅目的地。第一站就係日本三景之一嘅天橋立。1月份嚟到呢度，正係大雪紛飛，整個景色都係白蒙蒙一片，呈現咗好似夢境般嘅冬日風貌嘅寧靜同埋純潔。第二集我就帶大家去溫泉文化聞名已久嘅成崎溫泉，而呢一集就率先帶大家進入雪景中嘅天橋立，感受一下冬季日本三景嘅獨特魅力。而家就帶大家去好好欣賞啦。我喺個啫嘛，咁今日呢係我哋第2天嚟到京都，而家出發去天橋立1天遊。而家係一早嘅7點半，咁我哋就搭8點35分喺京都站直出去天橋立嗰個站，唔使轉車。希望今日好天啦，check 個天氣呢，而家京都呢就大概係4、5度到，嗰邊應該都係0度至8度到，會有啲雪，咁希望可以見到雪啦。我哋尋日一落機呢，就按指示呢去 JR 嘅方向，沿途嘅指示呢就非常清晰。我哋喺出境大堂再上一層之後，見到條行人天橋呢，就再過去 Terminal 1。今次呢，我哋喺 Klook 嗰度購買咗關西港域周遊券5天，行程包括天橋立、成崎溫泉同埋一班直接由機場去京都嘅特快列車 Haruka。咁我哋行到 Terminal 1之後呢，喺遠處就見到一個 JR 嘅售票接待處同埋綠色窗口。如果購買咗周遊券嘅朋友，可以喺呢度辦理換票手續。當第一次用嘅時候就需要喺呢度排隊嘅人工登記窗口，亦可以預訂你去嘅目的地嘅指定席。職員會協助安排旅客嘅合適班次。另外，請大家要非常留意，因為好多目的地嘅列車都要預先訂位。咁今次我哋就訂咗第二日一早嘅8點35分嘅車票去天橋立，就喺京都站31號月台上車，車程大概2小時10分左右。我哋就買咗啲簡單嘅三文治喺火車上面食，沿途慢慢就見到雪景。而家到咗天橋立啦，落雪，今日落大雪，你哋睇下。我哋已經5年冇見過雪啦，喺呢一刻覺得特別興奮。入到車站裏面呢，就見到一個旅客服務嘅資訊中心，咁我哋馬上就行去攞資料啦。好唔好彩啊，服務員就話因為大雪嘅關係，好多設施都會暫停開放，加上去北邊嘅山重公園嘅巴士班次非常稀疏，只係每小時1班車。哇，好勁啊！咁大風雪量，我哋根本就排唔到隊等巴士，所以最後都係決定行去車站後邊嗰度坐纜車。咁我哋而家就排隊上車啦，呢個 monorail。雖然就售票員就話睇唔到風景，因為太大雪，但係都想過嚟坐一坐呢個車，感受一下呢個風雪時候嘅環境係點樣嘅。終於上到嚟上面啦，真係冇乜嘢睇，蒙蒙一片，但係就去感受下佢雪景嘅情況都好嘅。反正唔嚟都嚟啦，一定要上嚟睇一睇啦。雖然上咗天橋立嘅天遊台之後，大部分嘅景色都俾雪遮蓋住，幾乎乜嘢都睇唔到，但係眼前嘅雪景真係令我哋豁然開朗，好似進入咗另外一種喜悅嘅感受一樣。雖然冇辦法睇到天橋立著名嘅景色，但係可以嚟到呢度，即使係落非常大雪，同埋到處睇下雪景，亦非常之興奮。好大雪啊，好正啊！雖然乜都睇唔到，但係都好正，因為好耐都未見過雪啦，好爽啊！仲有一樣非常好彩嘅係，呢個人氣打卡牌匾都冇俾到大雪遮蓋，咁我哋急忙梗係喺呢個牌匾嗰度打卡留念啦。而家開始天晴，都見到下邊有啲屋頂同埋嗰條飛龍在天啊！頭先啱啱上嚟咧就蒙一片，乜都睇唔到嘅。而家可以睇到好多啦，都算好運，因為真係可以睇到咁大雪都睇到，心情越嚟越興奮啊！咁我哋馬上走上去做一個飛龍觀嘅動作，睇下會唔會見到條巨龍飛天嘅景象。至於睇唔睇到，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
好凍啊！而家越嚟越凍啊，好似去咗北極咁啊，好似仲勁過北極啊，成身都雪啦。雖然風勢越嚟越猛烈，落雪越嚟越大，好在山頂呢就臨時設咗一個透明嘅帳篷，可以俾我哋喺裏面取暖。過咗一陣，當我哋準備落山嘅時候，天氣開始逐漸放晴，沙洲嘅景觀變得越嚟越清晰，真係非常幸運啊！你睇而家又開始清好多啦，哇，幾靚，可以睇到呢 view 啦，真係今次冇上錯嚟啊！因為天氣變得越嚟越清晰嘅時候，落山沿途嘅雪景就變得越嚟越靚，亦開始見到唔少人搭嗰啲吊椅上山。咁我哋落山之後就打算食個午餐，之後再去旁邊嘅智恩寺遊覽一下。智恩寺就喺車站嘅斜對面，行路過去只係需要幾分鐘時間。而家啱啱又落到嚟，咁啊食翻午餐。頭先有好大風雪，啱有間拉麵鋪都幾正。咁啊食完午餐，行下呢條街睇有咩行。食完嘢，而家我後面呢就係智恩寺，咁啊嗰個環境都非常靚。咁啊加上落埋雪，啲樹啊掛晒雪咧，就非常之有冬天嘅詩意，雪景一流。喺大雨紛飛嘅天橋立，我哋行到車站對面嘅智恩寺，喺不斷慢慢落緊飄雪嘅情況下，寺院嘅屋檐同埋松樹都覆蓋咗一層白色嘅雪。智恩寺有一個寶塔叫做多寶塔，喺室町時代建造，亦係日本嘅重要古蹟。當大雪覆蓋時啊，塔身同埋屋檐都係披上白色嘅雪，使到環境更加莊嚴同埋寧靜。智恩寺係建於平安時代，係供奉智慧嘅神。呢度已經成為咗好多學生同埋考生嘅祈求智慧同埋成功嘅聖地。喺雪景嘅映射下，參拜嘅氣氛更加變得清純同埋深刻。我哋喺寺院嘅走廊裏面走咗一個圈，發覺室內嘅建築設計相當簡陋，都覺得有啲奇怪。沿途亦見到好多鋪頭喺度販賣魚手，全部都好似臨時搭建嘅。唔知係咪因為大雪嘅關係啊，亦有好多店鋪都冇開到門。我其實一向都好中意魚手嘅，今次亦見到一個非常合眼緣，對於我同我堂弟亦非常適合，所以我買咗一個俾自己，亦買咗一個俾堂弟。我哋回程京都嘅列車仲剩翻1個鐘，所以仲有足夠時間去旁邊嘅一間餐廳食甜品，同埋順便取一取暖。餐廳外面嘅景色非常優美，室內嘅氣氛亦非常舒服，增添咗呢次旅程更悠閒、更愉快嘅感覺。呢一集雪中的夢幻天橋立已經到咗尾聲啦。雖然今次去唔到北邊嘅山松公園，亦無法搭船橫渡沙洲觀光，但係今次對我嚟講，見到咁罕有嘅雪景已經非常滿足啦。如果你係中意呢段片嘅朋友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。你哋嘅支持係對我日後繼續拍攝嘅最大動力，非常感謝大家。下一集我將帶大家去城崎溫泉，除咗去感受一下溫泉小鎮嘅獨特氛圍，仲會品嘗當地最時令嘅松葉蟹，同埋入口即化嘅飛驒牛。敬請期待下一輯，一齊欣賞呢段旅程啦！この気持ちを抑えきれない溢れ